台灣對2009年正式施行兩公約，今年第4屆兩公約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在10號結束啊。國際委員有針對人權、司法改革，還有勞動保障這個方面來提出意見。有民間團體指出講，這國際委員大多數攏無注意到獨尊華語的霸權，對原住民語、客語甲台語的人權侵害。今日嘛，各團體出面來表達訴求。兩公約第4屆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在10號結束。國際審查委員會就台灣政府對人權、司法、勞動保障等等的落實狀況提出意見，做咱未來改革法制甲政策的根據。但是有民間團體指出，台灣為權時期以來，戰後國語政策的文化清洗遺留落來語言歧視等等，國際委員多數無注意到獨尊華語的霸權對原住民語、客語甲台語的侵害，這毋若違反嘛是違背兩公約的。就希望就是講，除了原住民議題以外，咱希望台灣其他本土語言，尤其是台語，咱這個以早的台灣社會的通用語，希望這個過去受華語獨尊維權的這個違法政策，會當足濟層面攏來改革。咱希望會當擱補充予專家了解。民間團體指出，維權時期的國語推行辦法和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攏已經正式廢止，保證立法教育、國家考試等等各領域，煞把華語看作唯一的標準。因認為應當予其他國家語言有平等的機會。2019年，咱也開始實行國家語言發展法，要保障語言平權。民間團體訴求，在義務教育甲華語該做選修，保障人民通以華語以外國家語言接受教育。看待這個語言復振的這個代誌吼，這毋若是講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攏是共款，吼！你甲想看嘛？咱就為學校來講，吼！咱自細漢佇個學校，逐句攏是愛講中語。這個可能擱20年後，吼，咱的這個所謂的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可能就會攏消失，這大家攏知影的代。兵團指出，多數人納稅金予政府，所在成長的過程，在制度內底一步一步寫入台灣人家己的語言甲文化。因呼籲政府應當積極修復維權遺留的下世代人權侵害。針對國際審查，法務部表示，會請各主管機關甲具體的改進對策列入追蹤，讓兩公約的保障精神通落實在各層面。記者盧尚如、王志剛台北報道。